光如何建立世界秩序？創世紀記載，光出現之後，神立即做咗一件事，將光與暗分開。呢個係宇宙中第一次區分。沒有光，就沒有界線；沒有界線，就沒有秩序。光唔只係存在，更係分辨嘅基礎。真與假需要光，善與惡需要光，神與人亦喺光中被認識。光令世界唔再混亂，而進入可辨識、可治理嘅狀態。光帶來分辨，分辨建立秩序，回到起初的光。